早晨，歡迎嚟到 Being Production。我唔係希神啊，今日我係江銀河系啊，我邀請咗幾位朋友一齊嚟玩最近十分之流行嘅爆旋陀螺啊 ！3、2、1、Go！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哇！唔係呢個，我唔緊要，out 煙喎，係5萬狗血7900，第一位老友天空人啊，測速快，俾啲倒數嚟先。哦，3、2、1 Go！ 喂，9800啊3、2、1 ！12000，到我江銀河系咁啊，第二次測速，因為第一次咧我老友唔記得 roll， 唔緊要，我今次都會過慢。3、2、1 Go！ 先7000，我今次都會過慢，好似渣個 Jenny 老師。我話你冇資格做陀螺手，我冇資格做陀螺手。好啦，相信去到一輪測速之後，大家都好清楚大家嘅實力。咁我哋會進行一個小比賽，贏咗冇獎品，輸咗有懲罰，就係咁簡單。馬上去第一輪嘅配對 ，Go！ 第一輪我係揸江銀河系爆印對珍妮老師嘅。All right，let's go。 Go free 等等，呢個唔識用，用翻呢個，佢個窿喺邊啊 ？3、2、1 Go！ 爆印！爆印！爆印！哇 3、 2、1 Go！ 爆印！為何啊？為何啊？我濕，冇資格做陀螺手。你冇資格做陀螺手。5分啦喎，呢個2、3分啊嘛。你怕唔怕留言俾人話你蝦女仔？係咯。咁第二輪3、2、1 Go！ 先讓3分，先讓3分。去咗邊啊？去咗邊啊？佢走得好遙遠啊！你開香啊3、2、1 Go！ Finish！ 我見佢讓3分，我讓可以。係3、2、1 Go！ 誒又讓喎，有樣定係佢根本冇諗住贏？輸咗啊！你啱啱邊個贏話？我贏啊！唔係佢驚對到你，佢驚對到江銀河啊！係啊！好，啱啱讓賽輸咗嘅天空人打 Jenny。3、2、1 Go！ 哇！散晒啊！我散晒啊！贏嘅係你啊！1、2、哇！加油啊！你而家諗緊咩？有佢轉速唔夠啊，已經轉速唔夠，我贏咗已經高底要1分。哦，3、2、1 Go！ 散咗。點解會散嘅？而家決賽圈，決賽裝扮又着翻個銀河系出嚟，爆印。佢 cosplay 到咁咧，其實唔似江銀河㗎，其實係有機會輸嘅。寫住嗰度咁，啲盜版會爆炸。係啊！3、2、1 Go！ 爆印！哇！唔咁多氣啊，嚟啊！3、2、1 Go！ 2、1 Go！ 收到風你自己出去個大窿喎，係咪真係我贏咗啦？7000轉速嘅爆印，咁我點樣鋪墊我輸啊？咁你打過咯，搞個比賽邀請人哋玩，我會贏翻。
唔係贏咗冇獎品嘅嘛。我銀河系嘅第一集就去到呢度啦。雖然今集只係臨急臨忙揾埋啲朋友借啲陀螺嚟試玩，好多發射技巧啊、配件啊都未分清楚，但不得不說陀螺的確係幾有趣啊，所以應該會有下一集嘅。我係江銀河系，我哋下集再見。爆印已經有啲滿足唔到我啦，仲有啲咩？仲有啲咩啊？點解？係最新嘅 BX49